咱三甲来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第27章第45节到54节。现代中文译本第52页，台语汉语本第37页。马太福音书27章45到54。中昼的时，黑暗大瓦全地，约有3点钟久，到下晡3点左右，耶稣大声喊：“伊利，伊利，列马撒巴各大尼。”意思是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放杀我？边仔徛伫的人有会听见，讲伊在叫伊利亚，其中有一个人随时走过去，摕一块海绵浸酸酒，然后放伫灯条的顶面，要互伊啉。其他人讲，咱稍等一下，看伊利亚减会来救伊。耶稣佮大声发开就灯。这时，挂伫圣殿内的帐篱，对顶面到下骹离做两边，地大震动，石盘裂开，梦也受震动开去。侪侪已经死的圣徒拢搁活起来，因离开梦，伫耶稣搁活以后入圣城，伫遐有侪侪人看见因。固守耶稣的军官甲兵看见地动甲所发生的代志，拢真惊吓，讲伊真是上帝的囝儿。